来啊，欢迎大家继续给咱收看，好，OK， 好，是，来，今天我们的特别邀请到啊，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是纳卡西的我们的歌后。哎呀，人家说呢，如果说呢，最早之前呢，我们的江蕙姐姐有唱过我们的纳卡西哦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张龙龙姐姐，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这一位了，太厉害了，两岸三地。没错哈，而且呢，对于这个闽南语哈，让那个两岸三地的人哈，对这闽南语有更深厚的认识哈，给它传唱哈，让我们的台湾的文化啊可以深入内地啊，是，真正袂歹啊，所以呢，今天嘛邀请到伊本人啊，这个纳卡西天后，总共出了35张专辑，安鸟为吼，啊，跟他惊了死啊哈 ，OK 好，好，来，接下来邀请到我们就是我们的今天的来宾，我们呢。简美雀啊，我们的简大姐来演唱一句非常好听的歌曲，叫做《痴情布地港》。来，掌声鼓励。是的，来欢迎我们的简老师。好，来，来老师，麻烦音乐请起。哈，谢谢。OK， 哇，这首歌哇是代表作哈，《痴情布地港》。地港，好心茫茫，出世在渔港，每日讨海心轻松，船的声音要出旁，想起着心爱的人，一心只爱你。为着将来爱忍耐，痛苦谁人知？虽然甲你分东西，阮也真忍耐。想讲奋斗倒转来，期待咱的好将来。来，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原唱者来到我们的现场，再次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了我们的最美丽的老师0423380303，我们的巨星。布地港，予阮心茫茫，出世在渔港，每日讨海船轻松，船的声音要出旁，想起着心爱的人，一生只爱你一人，为着将来爱忍耐，痛苦谁人知？虽然甲你分东西，阮也真忍耐。想讲奋斗倒转来，期待咱的好将来。痴情的布地港是咱的简美雀简老师啊代表作，而且呢这个出过35张的唱片，真正是无简单。今日特别邀请咱大力天才，甲所有观众朋友来见面，来0423380303。想起着心爱的人，一生只爱你一人，
将来爱忍耐，痛苦谁人知？虽然甲你分东西，阮也真忍耐。成功奋斗倒转来，期待咱的好将来。哎呀，本地哈，是不是安排在礼拜四那个这个超级大来宾？哎呀，这个唱功太强了。要唱那卡西，敢有遐简单？就是安尼，对啊。这条曲线布袋港真的是标准的那卡西的音乐。是啊，听迄个声就这那卡西迄个感觉。真的啊。足侪人吼，我去到福建的时阵，足侪人甲我讲，哎呦，是虾米叫那卡西啊？哎呀，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那卡西そうですね，日本語。对，到底分在哪里？啊？分在哪里？分在哪里哈？分在哪里的那个西的音乐它比较简单。哦。啊，唱那个西的人，伊若无一定的唱功的话哈，因为有些人他可能音乐的伴奏啦、编曲啦比较好一点的话，伊就是让去夹过，嘿，都甲看过安尼啦哈。还有那个遮瑕嘛，哈。那个是看袂过安尼。啊，袂说咧清唱共款。是啊是啊。这甲迄个伪装共款呐，你若有痘痘的时阵吼，你哦用安怎看拢看袂过，你知影？你用迄个隔离霜，你就看袂过。但是你若皮肤做水的时阵吼，隔离霜轻轻啊抹，你就做水啊，你知影？哎呀，从娘咧我安尼啊水咧，拢免想看伊就听水啊。哇，老师太厉害了！而且呢，老师的那个名字呢，我们已经听很久了。是啊。见到老师本人，听到那个歌声之后，哎呀呀呀呀，赶快退伍不是？本地是吼，这个礼拜四吼，讲啊，干嘛才拜喜才来，讲无法度，伊即话两岸三地，明仔载的不过，今日是今日飞机飞来呢，明仔载飞飞明仔载中昼，12点的飞机就搁飞倒转去啊！哎呀呀，对对，这不简单，在福建的晋江哈，是啊，开一个音乐教室，是的，把咱这台湾的这个民谣啦，是传承过去，对，咱的正统闽南语的这个传统的正统的闽南语吼。甲传承过去安尼。啊，你做那卡西做偌久？哦，那卡西哈，那卡西这袂，那卡西是无做介久，但唱那卡西有较久安尼啦。哦，算讲你的曲风拢用那卡西迄种的。其实我是全台湾省第一个冠制那卡西的。哎呦，是。香蜜呀！但是听说老师的学生有几千位、几万位，听说从台湾已经到我们的两岸三地，蔓延到内地哈。哎呀呀呀！你看，起码道道咧拓开中间安尼啦。哎呦，而且听说今天也有从我们的两岸三地的学生过来台湾这边交流啊。对对对，今天特别带了4个学生。哎呦，来我们，而且这个学生跟我一样是同年纪，同年纪的哈，18岁过3个月这样。啊，无，平均年纪拢差不多，唔知平均年纪10岁左右。跟我差不多啦。啊，是10岁以下哈。小朋友，你几岁？6岁。你只有6岁，最好6岁。哎，我足足大你10岁。过了。小朋友，您啥岁啊？你该讲台语我要紧。你几岁？7岁，算6岁。算6岁。你叫我跟他讲台语，你跟我讲国语。你6岁。17岁。跟我一样了，正值青春呢。看得出来。请问一下。结婚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好，没有登记是吧？没有登记。请问您几岁哈？12。你也要讲闽南语不？12岁。12岁，好，12岁。这漳州腔啊哈，漳州腔哦，漳州啦哈，应该漳州。靖港英和。安尼哦，嘛不是漳州哦。嘛不是，泉州的。哎呦，其实呢，我觉得呢，这个是泉州的哈。系泉州靖港的嘿。哦，泉州吼。嘿啊。我只打的的心哦，真正。啊！你要去倒啊？我咧讲哦，啊！你要去倒哦，我咧讲啊！你个姊妹啊，哈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去啊，我咧真久才听因咧讲啥。老师，你今晚咧讲话嘛有淡薄仔，几个对，安尼啊。
我原来去遐真久的时间，都听因咧讲啥本来什么？你要感觉正常较早是拢安尼，到尾啊做老师了就叨叨露露去啊，久拢无着。无老师，咱今日为咱会当直直落呀。来啦，你这桃李满天下哈。是。随便抓2枚出来。好，先抓2个来。2枚。来。后面牙学。后面那2枚吧。这2枚哈。这2个干没？哎呦，这个麻烦一下。这个不出来就出来，一出来呢就是身高比例实在是太吓人，还给我穿平底鞋而已。你看这个内地的真的是从内地来的吗？福建对。福建啊，是。哎呀，您看看，皮肤白，身高够，好不好？不要回去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啊，行啊。其实呢，我们的妞妞呢，在厦门卫视呢，哈，也拍了《欢天喜地》，拍了60集，加出名啊，对，妞妞在我们内地也非常的出名。我个人呢，也在那边跟许孝顺一起主持哈，华裔到联动。厦门卫视应该看得到吧？厦门卫视看得到。看得到哈。看得到。可是呢，泉州好像之前是没办法落地的。是。他们泉州跟厦门是2个是互相竞争的，下不了地的。好，现在可能有改善了哈。好，来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？什么歌？阿母的手。阿母的手，哎，我一定要讲一句话，请问你们的放心的闽南语怎么说？放心。放心。你放心。对啊，你放心嘛。你放心。存你这个因为这个快了。你不是是退。是退。你这个人怎么讲？你这个人。像你这个样子。像你这个样子要怎么讲？像你这个人。不是啊，你像你这退哇，你定安尼讲哇，像这退啊哈。像你这退人。嘿，敢有啊？像你这退，不，伊讲像你这退人。像你这退人。好嘞哈，好了。其实你看我觉得两岸三地交流一下也不错，对不对？好，带来这首阿母的手。听看嘛，有那个泉州腔嘛哈，来，掌声鼓励。来。好。来，老师们请起哈。交阮乖迄双手，无人比你较优秀。为我操落的迄双手，你咧温柔。毋茫为着家己想，全部心事情阮，亲像溪水流临大海，有处。无论一年，无论春秋，听的心无离阮。0423380303，为我们的来自了两岸三地的我们的好朋友小朋友们，掌声鼓励哦。让我想起了方顺吉那个年代哈。安慰我的一双手，无人比你较优秀。支持我的一双手，伊咧温柔。毋茫为着家己想，全部心事像阮。
来哦，待会有奖征答哈，他们唱的哪一些歌有奖征答？马为了家己受，全部心事真稳，亲像溪水流入波海，付出所有。无分一暝，无分春秋，听的心无好可爱哟！不简单哦，两个手势个都压都一样，而且摇也一样哎。是啊。他们两个啊的姿势啊。而且唱歌甲讲的完全拢无同款吼，讲的有因的腔口，讲我拢听无但是唱歌我拢听有。因讲话是因爸母教，唱歌是我教。哦，安尼呢？这分别差咧。你教了袂歹，你教了袂歹，你教了袂歹。正统的，正班的吼，正统的台湾腔。会教，真的老师厉害。高教。那个 Q 靠都不见了。对啊，对。真的哈。完全不一样哈。会不会以后跟那个父母亲讲话都用唱歌讲话？你看像你有啊，因为真侪内地的学咱这个台湾歌有啊，就话叶启田的，是吧？什么歌？爱拼才会赢。啊，对。我有一个河南的学生啊，跟你的改音一模一样。爱拼才会赢。老师，爱拼才会赢。所以哦，这个语言真的很好玩啊哈。是。其实呢，两岸的文化交流，在你文化的这个基础上，我觉得，把咱这个民谣，把咱这台湾的歌谣，好会传唱，其实嘛是真好的运作哈。是最重要的责任。是啊，靠你啊哈。连讲啊，靠你啊哈，那有欠人再甲讲这。一起讲我老下学生的话啦。是。然后那边也可以过来这边。请先回座哈。谢谢。回座哈。好，我看了这样子哈，是不是讲来跟老师合唱对不呢？你安尼家己你，甲你桥落咩？你袂歹势，然后我这个两个查甫的呢，哈，这两个实力派歌手，你家己安尼桥落。不呀，我跟老师唱算多好呢。但是我听到讲迄个大力电视台那上高唱的那首叫伯乐。我讲哦，上高唱。会变过迄个有啊，你可能无跋倒哦，老师。你可能可能是唔捌咧洗红包的款。无。是我你讲我是安尼。什么？我唱甲同迄电拢会变过安尼。翻两番啦，迄掌声鼓励的翻两番。高唱甲变过。高唱甲变过安尼啦。你麦克风要互咱坐，我来，我跟你讲哦。我来给麦克风我你。伯乐哥，麦来讲哦，都没有给你，都没给你机会了，好不好？这一次只给这一次机会。对。明天开始没有了。好，来老师看来，带来这一首好听的歌曲。心在刚花哈，这嘛是简美切老师好听的歌曲哈。是。重点是你敢挑战老师的歌曲。对啊，好一该跟老师合唱哈，婆声麻烦者哈，0423380303哈。不要让我们老师带着遗憾离开。这首歌哈，在咱这个业界哈，我很夯的一首歌。是。离开台湾偌真久啊！安尼吼。真欢喜伫大力电视台，甲咱所有好朋友来见面。是。今日带来一首，甲咱伯乐带来一首，美唱伫台湾非常激动歌曲《心在刚花》。是的。大家拍破讲你下。有我线咯，来。安尼哦，好，安免唱，我线咯。随船只离开江花。准备和梦想在呀，放袂了想你心痛。阮的声别咱听，分离无心行。一时着离开远远，无定脚开换。那简单，真心来破烂。
拜托着海鸟看红山，塞哟那拉小白乱花，海鸟看阮手，海鹰飞阮肝。哇，掌声鼓励啦！感谢哈，感谢哦。真高兴，真高兴。跟咱这简老师安尼演唱吼，太高兴了。做许多的，伫咱台湾做许多的哈。谢谢。随船只离几工花，准备好往相知呀，放袂落想你心痛。船这声逼咱听，分离无心痛。一时着离开远远，无定脚开换。若经等，真心来看暖。我愿意。拜托着海鸟看红山，塞哟那人小白乱看，海鸟看阮手，海鹰飞阮肝。一时着离开远远，无定脚开换。若经等，真心来看暖。我愿意啦。拜托着海鸟看红山，塞哟那拉小白乱看，海鸟看阮手，海鹰飞阮肝。现在讲话。是的，多多阿里阿多个地方，哇咱手背嘛是这么的安子生。感恩啊！我甲人家解释者，较多了唱到走精是因为老师香港甲看的我的小鹿乱撞，迄节拍让我规拢乱。是是。是因为看迄个都无注意个。看你安尼好。老师，哪里？因为你安尼吼电流伤强，哎呀，嘿，电力太强，好，那电子还没走进嘿哦。招精去，所以哦，招袂倒转来有。真正真正，哎，头一届跟老师对唱这首歌，哎，这首歌真的真的很有那种味道。这首歌其那个实 feel 很好。起承转合吼哎，它的 range 蛮高的。是啊是啊突然觉得你突然在唱那个高音的时候，身高突然高到180，哎呦血压高到220。啊，你牵的那个线之那个手，是的吼。马上飙到1000呢。对啊，我等下检查看卖，你看跳出范围啊，无啊。我们3个的他们，好。你这个表情唔知捌在地会看到呢。所以你这晋江电视台嘛有咧主持节目嘛。哎呀呀呀！对，我在晋江电视台有办了一档那个歌唱比赛。又是歌唱比赛啊！海峡之星，对，是。连刚有机会啦。可以呢，我们大力电视台呢，跟呢我们的晋江电视台呢，可以做个联合一下。这个绝对可以。是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嘛大力红歌手哈，彭雀雀先生彭雀雀哈，彭雀雀，彭恰恰，彭恰，哎，我捌听过迄个彭恰恰。叫彭雀雀是吧？我那个雀吗？我那个雀吗？不是，我不是啦。不是哈。彭雀雀。不要乱误导。昨晚来台中，我的大和屋粉丝见面会在咱徛台，因为吼，咱这地方文化啦吼，咱这甲国台语吼，这50年来，hit 到的歌曲，拢甲摕出来比赛。非常有意义，非常的有意义。第一届就因为额满啊，无练钢嘛，听我派选手过来，
会使吼，哎呀会使吼，真的可以啦，你包括我们这边有实力派唱将两岸，交流嘛，对啊对啊那你哪个当做一个真好交流？是啦，拢是大家吼，咱嘛是较早嘛是医药过来吼，福建安尼。是啊。登山过台湾，新派三支刀，什么刀？加刀、菜刀，佮摕着剃头刀安尼。是，你好久背啊？后代吗？我唔是福建命，我唔是。你唔是吗？不是，我是新派三来玩，讲完骂完，啊，给我操用完。是的，来，啊，这要邀请这两个幼记哦。哦，6岁来。哎呦，来。到阮12岁来。哎呦，6岁到我们一起来主持嘛，一起来。啊，是。哎呦，来，在前面，在这边来。是。这个时候小朋友来的时候呢，你知道我们要蹲下。你今年几岁？6岁啊，6岁。啊，你吃饱未？吃饱未？哎呀，恁遐无咧讲吃饱没？恭喜！吃饱了吗？您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哦，那你吓一跳，不知道怎么问。我是讲恁遐都唔是讲闽南语嘛，好安尼。闽南部。别讲惊掉，往你黄这帅哥和你这小鲜肉。是。我同学。对，你同学。我同学。来，住哪儿啊？福建晋江永和。哎呦，永和，请问你们有卖豆浆吗？永和豆浆那边有没有？有没有卖豆浆？有，你看有啊。他们豆浆很特别，跟台湾不一样哎。怎么说？真的，我喝过他们豆浆哦，我觉得喝起来不是无糖，但是喝起来味道怪怪的。哦，你说豆浆里面都有糖是不是？永和味是吧？啊，好。哎，他唱什么歌？来，软软当海话。软当海话。等一下，再讲一次。口音。讲一遍。哎，对，你讲慢一点。软软当海话。软当海话。你讲这是泉州腔耶？老师，那他们唱就不会这样唱，对不对？不会。哇，那老师教的好。讲话因爸母教，唱歌我教。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就是跟我们大力电视台大家问好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福建晋江永和的陈海滨。啊，你使用闽南语讲者，闽南语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福建晋江永和的陈海滨。哦，你敢真少咧讲闽南语吼？伫厝里拢讲普通话啊？哦，安尼啊。啊，你要讲闽南语哦？这个当少的。当少的吼。当少我知。来自倒位？晋江倒位？晋江当少。当少好可爱哟。你要唱什么歌？软软当海话。来，我们听一下呢，来自党舅跟我们的哪里？银河。哎，软打海话，掌声鼓励。好，先讲一下哈。排过的，开玩笑，还会走有内裤，有，还有，我们的好观众好朋友，
给予他们掌声鼓励啦，好不好？好可爱哦！有朋自远方来哈，好像个吹来去，嘿咻咻。地瀑布的金瓜，月球里来大，冲到海边，传到山岭，念起的情梦，不免甲背单。春风吹来人相话。山明水秀，乱乱东海花，太乐高桥林影，北花归山走回家，咱你的大情兄。小混乱四散走到，安好西运山，咪呀，鸡呀，有听着你的声，我向我刷屏。尤其父母甲你念着我，那女人的心肝，条条手背山，就来恁的心开花。跳嘞，摇嘞，跳嘞，啊摇嘞，跳嘞，啊摇嘞。山明水秀，乱乱东海花，太多个桥林影，北花归山走回家，咱你的大情兄。小混乱四散走到，安好西运山，咪呀，鸡呀，有听着你的声，我向我刷屏。尤其父母甲你念着我，那女人的心肝，条条手背山，就来恁的心开花。哇，小朋友，有没有最后 ending？哎呦，你说你要这样子哈，你还低呀，亏哇！人家有像你这样子，一个安内哦，一个安内，啊，这是好可爱啊！我觉得他们比你更有舞蹈的那个律动包，真的，真的很可爱，真的好可爱哦。小孩子的天真是放诸四海皆准的，真的真的，来一起来，一起一起来，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来，但是你只能在后面，因为太高了。哎，对对来，你在这边。来，哎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只有半小时，实在太可惜。对啊，你就连讲嘛，切一个吼，礼拜四规单90分拢好完呢。安尼吼，嘿啦，你安尼半点。另外我带较一个囡仔。嘿啦，啊半点真久，啊都无得无十对不对？是是。嘿啦，真的啦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哦，第一两岸三地的我们的一个文化交流嘛哈，再来老师的歌声呢这么的好听，你安尼对，跟咱台湾的歌曲个教。哎，即摆福建囡仔迄个闽南歌拢原来就厉害，歌唱甲真好啊。安尼哦，这拢唔捌字的啊，还不认识啊。好厉害！哎呦，一连讲到这办这赛，类似黄春吉啊囡仔比赛。哦，这会对哦，这会对哦。这是七龙兄交代的，七龙兄交代讲吼，你若无搁留咧教吼，就无人有使。有影，是文化啦，吼。对，一定要传承。是啊，啊，今日非常欢喜啦，无得无十，啊，半点钟休息就过去啊，吼。连讲专讲诶，好吧，咱测些时间，大来宾时啊，规定来互你表演，好不？好，好啦，感谢啦，哈。感谢咱今日简美缺老师，哈，带来伊迄个，哈，这个桃李满天下，这吼，这是九牛一毛呢，哈，听讲过真侪真好的学生，啊，改天可以来在这边交流。